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通車，唔少駕駛人士即時試用新路。不過喺啟德出口，多個司機懷疑唔熟路亂切線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話：新路工程浩大，團隊嘅努力體現香港精神。由林尊豪報道。兩架巴士朝頭早10點由啟德率先駛入隧道，西行往西九龍方向，代表繞道正式通車。唔少司機趁假期遊車河，行新路有幾興奮，睇下呢一班車手就知啦。至於東行方向，通車第一刻車流亦都唔少。油麻地麗翔道一邊入口要慢流，去到限速每小時80公里嘅隧道段，3條行車線都要慢車。之後好快就疏通，交通大致暢順。半個鐘，依家幾分鐘搞掂。我嚟呢個公良廣場啊嘛，超快超好。今日呢，我哋嘅通車能夠做到呢，除咗經歷咗工程嘅挑戰呢，克服咗當年疫情嘅挑戰，我哋嘅工程係冇停過。我哋能夠如期做到呢，呢一種堅毅同埋係不屈不撓嘅精神，加上工程團隊喺設計同埋興建嘅時候嘅匠心獨運嘅呢種精神呢，係我哋香港嘅精神。不過啟德出隧道之後，有多條分岔路，考起部分司機，有啲要停低揾正確嘅出口。驚險畫面不斷上演，有人唔理道路標記，強行切2條線往九龍灣方向。嗰度幾條線行埋係比較，我諗初頭難適應嘅，因為我未直接行過。一出到路口嗰度咧，我覺得有幾條線爭線咧，我覺得好似有少少危險咁樣咯。嗰個位出口嘅時候，我已經個心有少少心寒啫。揸緊車嘅時候就出隧道行左2線，去到觀塘方向，啟福道一帶畫咗雙白線，方便行新路嘅車可以順利直上觀塘繞道。司機一旦行舊路，經啟德隧道出嚟就唔可以再直上天橋。不過好多司機唔知新安排，違規駛過巴士線駁返去橋面。中九龍繞道一共分2段，通車嘅油麻地段全長4.7公里，往後嘅九龍灣段就長約3公里。日後全線通車嘅話，來往油麻地至將軍澳嘅車程有望減至12分鐘。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現時係未開始收費，會喺2026年成條繞道全線通車之後先至收8蚊。Now TV 記者林尊豪報道。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正式開通，我哋實測由啟德到西九高鐵站大概要8分鐘，同政府估算嘅差唔多。有資深車評人就認為新路暢順，設計合理，路標嘅提示就可以更加清晰。由蘇敬華同陳樂圖報道。朝早大約10點，我喺啟德宋皇臺站附近起步，經中九龍繞道去西九龍高鐵站。由承啟道右轉上繞道入口，車輛駛到啟德主場館前面，開始入隧道。隧道入面3線行車，有路牌提醒往油麻地或者西隧要靠左。行車大約5分鐘之後見到出口，左線會一分為2，分別通往油麻地同西隧。右線依然係雙白線，冇辦法 cut 線向左，只能夠通往葵涌。亦都有出口可以通往大角咀。離開隧道先靠左行，再轉線靠右，最後 cut 線靠返左就去到西九龍高鐵站。我由啟德承啟道行新路去到西九龍高鐵站，大概用咗8分鐘，真係慳返唔少時間。Boris啊，咁唔知如果我喺港鐵南昌站附近行新路去啟德，又要幾耐呢？運輸署預計咧行隧道用5分鐘嘅啫，不過講多無謂，交俾你試就最實際啦。上車。由東京街西出發，要先轉上連翔道，路牌有隧道標記，上繞道要繼續靠左。
行車線之後一分為二，行繞道要靠右。入隧道之前同唔同出入口嘅車流匯合，慢慢變成3線行車。最左線去啟德體育園或者九龍灣，右邊2條線就通往郵輪碼頭。第一日通車，車流都唔少，隧道入面都要慢車行駛，最終用咗大約17分鐘先到達。之後我哋喺唔塞車嘅情況之下再試行一次，大概用咗11分鐘左右，同政府嘅估算差唔多。行駛繞道嘅司機有啲咩要注意呢？我哋同資深車評人龍 Sir 試行一次睇睇。而家係3條線都行得嘅，所以我哋假定我哋係唔熟路啦，我哋穩陣起見到我行中間，咁去到出口睇下會點。呢條線就係可以去觀塘繞道嘅，得1條線啫。如果我哋去啟德及九龍灣呢，我哋就要去最左邊嗰條線。佢讚新路暢順，彎道、斜道設計合理，路標就可以再清楚一啲。我覺得可以有啲好啲安排，就係喺入口嘅時候咧，就叫駕駛人士揀定線啊！即係如果你係去啟德嘅，你係去觀塘嘅話咧，你就靠左邊嗰2條線啦。你去郵輪碼頭就靠右啦。同埋咧喺入口嗰段咧，俾多少少緩衝區，俾駕駛人士係可以喺入口嘅時候揀定行車線，就好過去到出口嘅時候匆匆忙忙 cut 線。佢又提醒駕駛者用繞道之前，可以去到政府網站了解繞道出入口位置。Now TV 記者陳樂圖、蘇敬華報道。